阿梅香，我阿梅香，那以为我跟不下力嘞，但那个说突然，你俩不米哩，让个三轮的那个三金才认识不定啦，阿是不有一个三块半个哩累嘞，阿梅香。你别人不才讲还是讲，因为王大王听话个话不得就是讲，个天那个人会看个的，你们不就可以认出来？那拉那个啥的HAUTV App一起，你HAUTV另个其他还是讲。阿梅香，那你把我的变烂爱的就不可以吗？爱的，阿送托你为个不能够个说个骚个就，阿梅香，你的灵性看了些耶，一定某个团长。